大家好，呢周法庭新聞重點落喺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向高院要求撤銷公訴書嘅申請，因為所提理據可以喺正式審訊時提出，法庭否決該項呈請。另外，鄒幸彤2023年申請加入反對禁制《願榮光歸香港》播放嘅上訴敗訴，佢反對支付10萬蚊訟費理由嘅限期已到，鄒幸彤再申請延後28日，但法官只容許延後14日。此外，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在港無牌經營，網紅林作同陳怡等15人被控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多罪，喺東區法院提訊。已解散嘅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法官李運騰、陳仲衡同黎婉基喺11月3號先處理鄒幸彤要求撤銷公訴書嘅申請，經過控辯陳詞，法庭駁回鄒幸彤嘅申請，並會喺明年1月22號支聯會案審訊前一日頒布書面判決理由。法官認為控方喺開案陳詞及審訊文件夾內已列明會依賴嘅證據範圍及內容，鄒幸彤嘅投訴屬於事實裁斷範圍，應該喺審訊中處理。律政司2023年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傳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獲上訴庭頒下臨時禁制令。鄒幸彤申請加入案件上訴遭拒，需支付大約10萬訟費。鄒反對訟費命令，原須於10月底前提交反對理由。鄒日前向高院申請將案件押後28日。佢存檔反對理由嘅文件，聆案官許家浩指還押並非長時間押後嘅理由，為考慮係鄒首次申請押後，只批准延期14日呈交。鄒亦需支付今次申請嘅訟費。而是香港獨立黨主席嘅41歲葡籍男音樂教師黃俊聰，涉喺國安法生效後，網上發布多則貼文，包括鼓吹港獨、眾籌、軍費及煽動武力戰爭。黃俊聰早前承認串謀煽動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判囚5年，不獲全數認罪扣減。黃俊聰申請刑期上訴失敗，早前再向高等法院上訴庭申請，終審法院上訴亦都被駁回。黃不服，直接向中院申請終極上訴許可，日前頒令拒絕其申請，並指案件冇合理給予上訴許可嘅理由。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於2023年9月被揭發喺本港無牌經營，警方日前拘控涉案網紅林作同陳怡等15人串謀欺詐、洗黑錢、妨礙司法公正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下欺詐地或罔顧實情地誘使他人投資虛擬資產等，共50項控罪。林作等被通宵扣查之後，第2日由警車押解到東區裁判法院，分8宗案件提堂。其中首案包括林作、陳怡8名被告在內，全部暫時無需答辯。控方申請將案件轉介高等法院審理，裁判官將案押後至12月15號進行交付審訊程序。除一人需還押之外，林作及陳怡各准以30萬保釋，其餘5人則獲准以5萬至10萬蚊擔保外出候審，7人均不准離港，需定時往警署報到。呢週法庭新聞重點講到呢度，下星期再會。